咱來看到，既然有民眾看到一台車後壁囡仔呢，還未上車關門，車呢就想要靠翻頭安尼來駛走，囡仔就絆倒拖咧行，險險互車鏈搞到。警方也查到講，這個駕駛根本就無駕照，也違反治小法，已經通報社會處了。民眾的行車記錄器翕到頭前的轎車駕駛上車了後，後壁囡仔要開車門，都還未上車，駕駛就雄雄洗頭。民眾看到趕緊大聲喊救。囡仔跋倒了後，去用拖一段路，閣險險啊，互車鏈搞過。好佳在後壁無車，囡仔隨互路邊的民眾扶插起來，駕駛紅化停了後，無隨離開。這個駕駛互民眾喝休了後，才轉來囡仔身軀邊，把囡仔帶去車頂，暗過煞弄紅燈。這件代志佇咧宜蘭發生的，互真濟親目睭看到的民眾攏害頭。怎麼樣？這很誇張欸！那個家長這樣做不行了。是。我會讓他們上車之後關了門，我才去開車啦。警方接到通報了後，通知這個查某的駕駛，暗過伊煞無到案說明，隨展開家庭訪問，查到這個駕駛除了無駕照，閣涉及違規停車等等足儕項道路違規的行為，也若洗車甲囡仔拖，嘛涉及違反治小法。非故意使兒童受傷的話，依剛剛所提49條第1項第12條規定，他會處6萬元以上60萬元以下的罰鍰。細年的駕駛就講，伊是去超商領貨，無注意到查某孫仔無上車。是挑意過，警方就表示，這個駕駛的行為，若唔是故意互囡仔受傷，依照治小法，要是當罰6萬塊以上60萬以下罰金，而且會當公布名聲，專案會通報社會處來調查。記者綜合報道。